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仔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。咱看到新闻咧报讲，别人大工厂咧挖矿，啊，住伫开矿坑边啊，遐个民众，就安尼迎碰碰，佮蹦甲大细声。实在讲，艰苦人，若无环保团体出来主张，你要叫伊搬去倒？有影啦，艰苦人往往有一句话，咧讲咱或者手面趁食。啥做手面趁食？煞毋知影讲，手面今仔日无通趁，明仔载就无通食。都喙见目见，拢是安尼真安斗，无法度讲亲像别人过了真好过，存了真济。迄句咱讲叫做好业，就是毋但有业呢，佫真好业，量上真济。啊，讲到即句趁食，永早有影旧时代拢是查甫人才出来伫咧做工课，才出来伫咧讨趁。毋只会讲趁食即句话，后壁若佫加一个查某，就表示讲，即个女性唯一就是落烟花，唯一就是落花茎。因为较早的女性，伊都无别种的工艺，无别种的技术，讲有法度出来趁维持家庭哩。毋过时代无共，咱嘛知影讲，即马男女平等，啊无论讲做倒一道啦，手面趁食的人，心内真单纯，吹风晒日无要紧，有当阵啊酸细冻。咱梦啥？梦讲好食好困，咱莫去侵人，莫去占人。毋则原来一句话，手面趁食的人讲，咱就是叫做单仓卖菜。毋则俗语话，台湾人较早无定咧讲单仓卖菜，毋愿甲人讲价红晒。因为咱都清心，咱艰苦无要紧，咱也莫去占人，莫去做亏心事，自然咱都毋免烦恼。毋论讲咱做是倒一道，无论讲咱是做倒一款的行业。台湾人佫有一句话咧称呼，伫咧客气，讲咱所做的头路是乞食生理。即句乞食当然是形容词，是咧讲咱做的生理真艰苦，袂输敢若乞食共款。有影咧，我嘛看讲真侪遮的好朋友，伫努力到即马，甲国情啊共款，乌多摆一个铺，雨若闪入面呢，咱心内嘛感觉讲真艰难。毋过乞食生理无要紧，加减拼。永早俗语话讲。工字无土头，敢若写即个工有影，安那写嘛无通头。若写工互通头，煞变土地土迄字咧。毋过即马无共啊。进前国情几冬前，捌替汤市公所写过一首歌词，落尾我就写讲，咱才会做人时代，才会爸阿姆啊，看到神明，三支清香讲心愿。咱伫咧梦啥？毋免好运着彩冠，祈求好囝孙仔。行行出状元，即马无论倒一道啦，行行出状元。虽然俗语话嘛讲，烫正骹伫咧娱乐，青皮鞋伫咧食落肉，毋过无要紧，咱趁少，咱清心就好。你讲看有影无？乞食生理认真做，有一天咱嘛会出头天。